市府开了1500万精湛预算，打造出咱市第一座地景式特色游戏场的民和公园，其中以170万投入儿童游戏场的改建，主要是增加人工草皮的铺面以及游具等等。但是启用无到4档，游戏区的人工草皮刷已经破损。市员林美燕特别邀请市府相关单位来现场会勘。现在因为大太阳，没有小朋友来，那你如果下午的这边很多，尤其是假日的时候更多人，不是我们南区的小朋友来，外地的小朋友也来了。那我们现场看到这个人工草皮，事实上破坏的程度，让我们觉得对小朋友一个就是安全有顾虑。林美燕表示，有家长反映公园内底野狗真多，时常会看到狗仔咧相加，阁会挖坑，认为公园内有真多囡仔咧佚佗，连带引发安全以及卫生的问题。狗的破坏，包括它也会来这边。随便大小便呐，也会造成细菌的滋生呐。那所以我们觉得说，我们必须要求公务局赶快做一个安全围篱，做这个安全，因为我们公园里面也有安全围篱这个设备嘛，第三也希望动保处这边赶快就是针对这些流浪狗的地方的这个问题，赶快去把它解决掉，那么如何抓起来去安置它，这样子，我想这才能彻底的根本解决。市府工务局对着议员的意见，表示将会尽速改善技术来修复，然后围篱的部分我们回去再研究看看，怎么样用什么方式可以来改善。工务局主秘周渝民表示，经过研判，破坏人工草皮凶手应该就是狗只，也同步发现地电有下限等问题，因此除了演绎加装围栏以外，也用上紧的速度一并全面检讨改善，幸福囡仔一个安全佚佗的游戏空间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